高雄有一间游乐园，日下晡发生这游乐设施故障，两个查甫囡仔呢，坐这游乐船升到一半，卡伫咧磅空内面，无人发现。5分钟后，工作人员发现讲船啊无出来，才派人落去水里甲因塞船，两个囡仔是拢真平安。因为附近有民众伫遐录影翕相，有翕到这囡仔一直咧比这五四控的手势，爱人来甲救，也互一个讨救兵的手势引起议论。 看到船啊开过来，两个查甫囡仔欢喜喊出有救吧！这只船啊吊伫咧遮已经伫要5分钟啊。高雄这大游乐园游乐设施故障，这只船啊就吊伫咧磅空内，无人发现。业者表示，这项超级水站本身无动力，拢是靠水流来带动，水的深度大约50公分，会出现吊船的状况，那像是因为重量无平均。迄当阵有放送家囡仔脱困的方式，可能是现场伤吵无听到，最后是派工作人员去倒三工。是着青蛙装，然后从月台这边直线的一个距离到达现场，用人力的方式去把船只往前推，那船只就脱困了。 刚才两个囡仔拢平安，这吊船的画面嘛，互游客翕落来。画面中，囡仔因为看无人来救，一看到镜头对因伫翕，随比出5四控的手势，爱人来救因。有人学到囡仔真巧，不过嘛有人好奇5四控是啥物意思？其实台南市教育局对2021年开始，有伫学校推广5四控的手势。若是当着家庭暴力，也是人身安全问题，无在条用嘴喊救人的时阵，拢会当透过手势来讨救兵。举起单手，五指张开。 把拇指弯进掌心，再用4指握住拇指，形成拳头。同时也鼓励学生吸在口哨，自我保护。你知道要安怎讲的时阵，会让甲别人暗示，然后跟别人求救。其实，这5四控手势是自2020年疫情期间，加拿大妇女团体为了帮助家庭暴力受害者发展出来的。虽然不是国际真正通用的，不过在媒体放送之下，这个喊救人的手势已经渐渐传出去，民众会当学起来自保。若是发现有人比5四控，会当即时提供救援。记者李新武、柯家族、柯超勇综合报道。